兄弟，你们这怎麼3月就有蚊子啊？昨晚咬得我夠嗆，冇整啲咩驅蚊嘅嘢咩？沒用，這蚊香驅蚊液啥的都沒用，你可以播歌俾佢哋聽噶嘛。打不過就供着呀。唔係啊，嗱，你手機搜呢一首歌，一聽到有蚊蚊蚊聲嘅時候咧，就大聲播，跟住就會見到啲蚊可以突然間飲醉酒㗎，飛得又慢又低，反應又慢，任你打㗎。這什麼魔法攻擊啊？真係有用㗎，因為呢首歌啱好可以影響啲蚊嘅頻率啊嘛。呢首歌評論區全部都係有效嘅，它飛得慢我也打不中啊。廣東蚊子逃逸速度比光速還快，你打嘅方法唔啱咯。好似這麼打嘛，蚊唔可以橫住打㗎喎，你要豎住打。這什麼星星鼓掌啊？因為蚊係上下飛噶嘛，要橫住打你打唔中啦，要豎住打先中噶。嘿，你個知識儲備還真豐富啊！唉，我從細又同啲蚊抗爭到大嘅，呢啲技巧肯定要識啦。有時候我就是不想理他們，就別吵醒我就行。你掛蚊帳咯。哎呀，那太醜啦，違反啊！咁你用呢個啊，防蚊神器啊，邊個都嘈你唔醒啊，叫校招圖啊。這個分圖行動啊。